现代台语版圣经约书亚记第3章，以色列人过约旦河。隔日，约书亚透早起来，甲所有的以色列人离开十城，来到约旦河边，因伫遐扎营听候过河。过3日，官长到营中逐所在吩咐人民讲：你若看到利未人做祭司的，跟上主恁的上帝的约柜，就起身离开恁的所在，对伫约柜的后面，互恁知着行倒一条路，因为恁还毋捌行这条路。毋过恁甲约柜大约着离1公里远，毋通活伤近。约书亚对人民讲：恁着甲家己分别做成，因为明仔载上主要伫恁中间行奇事。约书亚阁对祭司讲：恁将约柜起来，行伫人民的头前。因就将约柜扛起来，行伫人民的头前。上主对约书亚讲：对今仔日起，我要互你得到所有以色列人的尊敬，互因知我甲你同在，亲像以前甲摩西同在共款。你着吩咐跟约柜的祭司讲：恁到约旦河边的时，就停伫遐。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讲：恁徛正前，听上主恁的上帝的话。约书亚阁讲：恁要伫恁的头前，将迦南人、赫人、希未人、比利洗人、吉甲撒人、阿摩利人、亚布斯人赶出去，安尼恁就会知永活的上帝伫恁中间。全地的主的约柜要伫恁的头前行入约旦河。现在恁着对以色列支族中经12人，每支族一个，跟全地的主上主约柜的祭司的骹一个踏着约旦河的水。约旦河上流的水会成做水墙，袂阁流落来。人民离开布边要过约旦河的时，祭司跟约柜行伫因的头前。迄时是收成的期，约旦河的水常常流过溪岸。祭司跟约柜来到约旦河，因的骹一个稳着水，上流的水就无阁流落来。伫真远的撒拉但附近的阿东城，成做水墙。无阁有水流入阿拉巴海，就是盐海。人民就对耶利哥的对面过约旦河，跟上主约柜的祭司伫约旦河的大地徛定定。以色列全体人民拢行大地过约旦河。